描写中国器官移植不法行为的纪录片《国有器官》10月伫台湾放送，却陆续传出恐吓的事件。台北市议会明仔载嘛要放送这出纪录片哦，嘛传出讲有人呛声讲要来议会杀人。民进党的议员洪建义亦强调讲已经报案，明仔载会照常来放映。警方嘛强调讲明仔载安排51个警察来维持秩序。海报顶悬写全台勇气家营拒绝中共恐吓，纪录片国有器官内容牵涉到活摘器官，吸到中国敏感的神经。10月伫台湾爆出了后，发生真侪恐吓案件。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3日要伫市议会播放影片，不过传出有收到叫李鸿山的恐吓消息，表示讲要入去议会杀人。看一场电影啊，还要被恐吓，这个描述中共是现代的纳粹，他给我们的回应是枪跟子弹，这是给真善美戏院的。明天下午我们正式播映，而且会播好播满假冒李鸿山的先生这位人，你最好是敢来看看是谁敢这么大胆来恐吓我们台北市议会。洪建义表示，对方伫网络表单登记10个人，已经把对方的报名取消，让其他人替补，绝对无用阮恐吓的言论伫台北市最高议会发生，而且2倍都已经提过。周边大概有43名的警力，市府保大的主委警有8名，大概有51名的警力来守护这个我们议会包括这个播映活动的圆满顺利完成。警方表示，对方23伫网络顶留话，民代27报案了后，就随报车北检指挥侦办，调查表单顶悬信箱留话相关消息，通报予刑警大队甲刑警局共组专案小组来侦办。洪建义表示，进前就有邀请市长蒋万安做伙来看，不过市长无回答来还是无爱来，所以会阁甲市长蒋万安来邀请做伙来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